各位街坊，你哋間房而家係咪亂到好似劫後餘生咁呢？其實間房亂唔係因為你懶，而係反映緊你大腦罷工，甚至靜靜雞流失緊財富嘅秘密啊！好多人以為執房好麻煩，但其實你間房嘅狀態，正正就係你個腦同埋你副身家嘅縮影嚟嘅。點解你會由得佢亂呢？好多時係因為你深層次有種執完都亂㗎啦嘅無助感。可能你細個每次執完房，俾阿媽和你話執咗等於冇執，又或者你曾幾何時好有心機執到勁乾淨，點知2日就打回原形。當大腦親歷太多次，努力完都失敗嘅打擊，佢就會決定罷工，幫你跳過掙扎，直接進入是但啦嘅慳電模式㗎啦。呢個喺心理學叫破窗效應，只要有個角落開始亂呢，個空間就會發放訊息，呢度冇人理，是但啦。結果你嘅意志力就好似骨牌咁冧，仲會引發壓力荷爾蒙、皮質醇飆高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好攰，好可能係間房搞到你精神緊張。咁呢個同財富又有咩關係呢？大把喎！如果你連自己嘅空間都管理唔到，又點管理好啲錢呢？呢種無助感最陰濕嘅地方係會唔知唔覺咁過戶去你嘅人生。理財上你會覺得點慳都係冇錢㗎啦，減肥就點跑都係咁肥，工作就點搏都唔會加人工。你以為自己睇化咗，其實係大腦為咗保護你唔受打擊，索性刪晒你嘅行動掣咋。專家話亂七八糟嘅自然環境，其實日日都喺度榨乾你最寶貴嘅資產——專注力。呢個年代，注意力就係生產力，生產力就係錢。有得間房繼續亂，就等於有得財富繼續流失。真正嘅有錢人，環境一定好乾淨，因為整齊嘅空間會潛意識引導你做精明嘅決定㗎。今晚不如返屋企做個實驗，淨係清理一個小角落，掉晒啲過期同冇用嘅嘢，用意係要呃返你個大腦，等佢睇到原來我一掂呢度真係會變靚㗎。透過一次小成功攞返環境控制感，你就會發現你唔係冇能力，你只係俾以前嘅失敗呃咗太耐啦。一間亂房困住嘅唔係你個人，而係困住你。相信自己可以改變嗰團火。今晚試下推翻呢個詛咒，同大腦講：喂，我話事㗎，唔好再將執房當成懲罰，而係一種自我照料。你唔使一日清晒全屋，可以由1平方米開始。當你開始尊重你身邊嘅空間，你就會開始尊重你嘅時間、金錢同埋你嘅人生。你間房就係你嘅人生縮影，準備好同自己和解未？如果你有你自己好獨特嘅見解，都可以同我廢佬分享。睇完今集令你有種衝動想執房嘅，幫手俾個 like share，俾你間房好亂嘅親友。唔記得 follow 埋我廢佬。我哋下條片再傾。喂，你哋有冇發現啲超聰明嘅人通常都好憎噪音㗎？其實有冇諗過，你覺得煩係因為你個腦有機會係高級過人，完全唔係因為你小氣。原來大哲學家都係咁。又係我廢佬啊！個個都話你咁難服侍，少少聲就呱呱嘈，好似就嚟死咁。我而家話你知啊，如果你好討厭噪音呢，唔好懷疑自己，你個腦真係有可能高級過人㗎。好多年前，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因為樓下有人傾偈咋，發晒脾氣，甚至發生肢體衝突，場官司仲打咗成6年。另一位哲學家康德亦都試過為咗隻公雞喺度叫而搬屋，甚至投訴監獄囚犯唱歌太大聲啊。叔本華講過一句好激嘅嘢，佢話最受唔住嘅係邊嘅 fit 聲，因為嗰種聲會 kill 咗佢嘅 idea。喺佢眼中，對噪音嘅敏感係同聰明程度掛鈎嘅。佢覺得啲人如果對噪音唔敏感，通常佢嘅想像力、唱歌同藝術感都係遲鈍啲，因為佢哋個腦太粗糙實咗啊。天才即係嗰啲可以一直專注喺一件事度嘅人，一旦被打斷，就同普通人冇分別啦。而且呢樣嘢唔止影響緊佢哋嘅天才發揮，仲係關乎於佢哋嘅幸福。佢哋覺得世界上最幸福嘅事之一就係得到心靈自由，直情可以俾個腦飛去外太空啦。至於科學又點講呢？美國西北大學研究發現啊，喺現實入面有創造力嘅人反而更關注啲無關嘅信息，因為咁樣可以幫助佢哋聯想，產生新嘅諗法。但係如果湧入嚟嘅係冇意義嘅噪音，就好容易令佢哋好辛苦。即係咁，你可以將天才個腦想像成一部高壓縮比嘅引擎，好鬼精密。如果有埋啲劣質汽油，即係啲無謂嘅雜念，咁就會出事。所以叔本華講嘅雖然有啲誇張，但確實捉到啲真相。如果下次再有人話你做乜咁執着噪音嗰陣，唔使懷疑自己，可能你個腦真係高級過佢哋，笑下回應佢咪算咯。如果你中意我呢種廢佬視覺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啲怕嘈嘅人睇啦。最後記得 follow 埋我廢佬，請我飲杯咖啡，唔好錯過每一集嘅內容。我哋下次再吹過，拜拜。各位街坊，廢佬又返嚟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切身嘅問題。你有冇試過星期六日啲豬朋狗友約你出去飲酒吹水？你明明冇嘢做，但都係想揾個藉口推咗佢呢，然後自己一個匿喺屋企 sofa 望住個天花板發呆，反而覺得成個人 relax 晒，好似終於可以唞啖氣咁啊！如果你係咁，千祈唔好覺得自己有問題。
更加唔使覺得自己係咩社交恐懼。如果有人話你孤僻唔合群，你可以大聲同佢講：我唔係接喎，我係太聰明咋。最近有份科學研究真係幾大鑊喎。英國有班進化心理學家做咗個調查，分析咗成萬幾個年輕人嘅數據，結果發現智商越高嘅人喺社交活動入面得到嘅幸福感係越低嘅。簡單啲講，即係越聰明嘅人越唔需要靠成班人埋堆嚟拎滿足感。點解會咁？科學家話呢個叫草原假說。以前我哋祖先喺部落習慣咗群體生活，但係聰明嘅人大腦進化得比較快，佢哋可以用自己嘅內在資源去解決問題，唔使下下靠族群先可以生存到。對天才嚟講，一個人留喺屋企唔係孤獨，而係喺度充電。再講深一層，呢啲係大腦入面多巴胺嘅問題。外向嘅人，佢哋大腦對多巴胺冇咁敏感，所以要不停揾刺激，一時去唱 K， 轉頭又話去 party， 成班人嘈生晒先覺得 high。但係對於高智商嘅人，大腦好似部超高性能嘅電腦咁，少少刺激就已經行得好快。如果你強迫一個聰明人去 join 啲冇意義嘅社交，就好似部電腦開咗50個 Window 咁就 down 機啦。我廢佬就覺得呢份研究真係幫我哋呢啲宅男平反咗。好多時出去食飯，聽埋啲人講埋晒啲八卦嘢，邊度買股票，邊間餐廳好食，聽完真係成個人謝晒。呢啲叫無效社交。對我哋嚟講係一種浪費。其實一個成年人能夠享受獨處，先至係心理成熟嘅表現。如果你下下都要揾人陪先覺得自己存在，咁你內心其實好空虛。反而係我哋呢啲中意匿埋嘅人，同自己嘅關係先係最好。所以大家記住，下次你想推咗個聚會，留喺屋企，唔使覺得內疚嘅。你係喺度做緊 deep thinking， 你個腦喺度處理緊幾億個 data， 忙到不得了。最後，廢佬我想同大家講，每個人嘅大腦設計都唔同。唔好用人哋嗰套標準嚟衡量自己。你中意留喺屋企，係因為你個腦需要時間自我修復，要返啲空間去做返你自己。如果你覺得廢佬今日幫到你更加了解自己，或者幫你揾到藉口唔使出街，記得一定要 like 呢條片，同埋 follow 我廢佬廢噏。你唔係一個人喺度接，我廢佬會一直陪住你廢噏。下次見。喂，各位街坊，你哋有冇發現身邊嗰啲中意跳舞、畫畫、玩音樂，甚至打機打得好勁嘅朋友，個樣好似特別後生啲㗎？唔係淨係個樣啊，原來連個腦都可以真真正正年輕化。冇呃你，最近有篇科學研究話俾我哋聽，做文藝創作嘅人個腦嘅生物年齡原來可以比實際年齡後生成7歲嘅。即係話如果你今年50歲，個腦可能仲係43歲，咁好精力。呢個研究揾咗成1000幾人，用腦電圖同腦磁圖 scan 住個腦，再用 AI 模型計出個腦齡。結果點？4類人特別突出。Tango 舞者個腦平均後生7歲，職業音樂家後生5歲，畫畫嘅藝術家後生6歲，連專業打機玩家都可以後生4歲。最誇張係有班從來未玩過星海爭霸 E 嘅人，學打30個鐘機之後，個腦都即刻後生咗3歲。咩玩法？即係話你今晚開始打機，聽朝個腦已經後生咗。廢佬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會咁神奇嘅。研究人員話呢啲文藝同創意活動其實係幫我哋個腦做緊功能性健身。佢哋特別強化咗壓頂葉網絡，即係負責注意力、手腳協調、節奏感同運動控制嘅區域。簡單啲講，就好似你日日去 gym 練大隻，但係今次係練個腦。個腦唔用就好易生鏽。你一跳舞、一畫畫、一彈琴，就不停刺激緊新嘅神經連接，等個腦保持彈性，老化得慢啲。即係話你想個腦後生，唔一定係食保健產品或者做冥想，跳下舞、畫下公仔、玩下音樂，甚至認真打下策略 game，都已經係一種腦部保養。研究個教授仲話，創意唔止係為咗藝術，其實係一種神經保護機制。即係話你越有創意，個腦就越耐用。所以話咧，唔好再話打機冇用，畫畫嘥時間啦。你每打一鋪機，個腦都做緊抗衰老運動。當然啦，唔係叫你全日打機唔返工，適可而止。當每日俾個腦做下伸展操已經賺咗啦。廢佬，我覺得呢個研究最抵死係佢話，無論你係玩咗幾十年定學咗幾十個鐘，效果一樣有。即係話由今日開始都未遲，聽日就同我拎起支筆，開住部機，開個音樂，當係孝敬下自己個腦啦。你哋有冇覺得自己玩開咩活動之後個腦特別醒神呢？留言話我知啦，記住 like 爆同訂閱馬廢佬，下次再同你廢噏，拜拜。喂，各位街坊，你最近有冇發現街上面多咗好多金毛、粉紅毛，甚至熒光頭嘅後生仔女啊？唔止 K-pop idol 係咁，連身邊個乖乖女同事放假返嚟都變咗金毛獅王呢。今日我唔講 trend，我同你講心理學，點解染咗金毛真係會令人膽生毛嘅？話說最近我睇到個好有趣嘅 post， 有個女網民由細到大都俾人叫乖女，結果有日佢心血來潮走去漂咗頭金毛，你估下點？染完之後佢竟然發現自己成個人唔同晒，
以前俾人打尖唔敢出聲，而家咁瞪大眼望返轉頭，以前食到難食嘢都照啃，而家夠膽大聲同老闆講唔好食，連開會都大聲咗，又吉屎咗。佢話呢頭金毛好似俾咗個盔甲佢，保護返內心嗰個柔軟嘅自己。最搞笑係佢本來驚染金毛會俾人當 MK， 點知出街根本冇人理，返中學表演又得，見客開會又得，反而因為個碌突出令人印象深刻。佢喺網上分享之後引嚟過百個網友同感留言，個個都話染完淺色頭髮真係會變大膽嘅。等我讀幾句俾你聽下啦。金毛咗之後鬧人又自然又大聲，染咗金毛俾人一種唔好嘢嘅感覺，少咗好多麻煩，連冇禮貌嘅人都驚咗我。仲有個網友話屋企人叫佢染返黑，佢偏唔聽，因為金毛令我睇落難搞啲，係咪好得意呢？點解會咁神奇嘅？喺心理學角度，呢個叫做外在標籤內化。你嘅打扮唔多唔少，帶俾你一啲心理暗示，就好似着住西裝會坐得直啲，着住運動衫會放鬆啲咁。第二，社會對唔同髮色真係有刻板印象，金毛、粉毛、熒光頭，社會潛意識會覺得呢個人唔係善男信女，可能有啲反叛，唔好嘢。當你擁有呢個外表，某程度上係拎咗個惡人通行證，好多人自然會對你客氣啲。有個留言話扮壞人嘅保護色泥啫，真係一針見血。不過講到底，我覺得呢個現象反映咗一件事，未必真係要染金毛，可能係打個耳窿、紋個紋身仔，甚至只係換個着衫 style。只要係你一直想做又唔敢做嘅嘢，做咗之後真係會有不一樣嘅能量喎。我諗起以前讀中學，有個同學剃咗個陸軍裝，成個人都自信咗10倍。可能因為個碌夠狠，連蝦佢嘅同學都唔敢埋身。所以話有時候外在改變真係可以成為內在力量嘅催化劑。最後我都白下先，你哋票咗頭之後覺得生活上有咩唔同咗呢？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爆同 follow 埋我廢佬，我哋下集再吹水，拜拜。喂，聽住喎，做成一件事最簡單嘅方法得一個字，昂，即係唔好諗喎，直接開波。好多人話廢佬，我冇錢喎，咁咪慳啲咯，窮有窮做㗎嘛。又話我冇時間喎，咁咪一細步一細步嚟咯，急住去投胎咩？仲有人同我講我集中唔到啊，咁咪由得啲嘢干擾下咯，一邊分心一邊繼續做，總好過你坐喺度發夢。你有拖延症，咁你就帶住種拖延嘅心態開工。你精力低，好似斷咗電咁，得咁咪用低電量模式 work 下咯。你唔識揀，擲銀仔咯，個天會幫你揀。記住，條件差咪將就住開始，唔專業咪成個初哥咁去撞。最戇居嘅係咩？係問自己，我而家個狀態啱唔啱？嗱，話你聽，諗太多就係因為你太感性，你個身喐都唔喐，個腦已經搬咗成場大戲出嚟。與其喺度咒個天黑，不如自己點支蠟燭，跳過你啲無謂嘅 emotion，直接面對事實。只要你肯開始喐，啲焦慮同猶豫自然會收皮。廢佬都係咁樣開始拍片，你仲喺度諗乜嘢？講真，拍咗咁耐片同街坊分享，其實廢佬仲有好多心裏面嘅說話想講。我而家喺 Facebook 開咗個會員專區，裏面啲片將會分享更加多我呢個廢佬真正嘅內心世界。你肯每月請我飲杯咖啡，我就講下我嘅心靈雞湯，同平時收埋嘅錯爆相俾大家。肯撐我繼續行落去嘅，我廢佬就肯定一直廢落去。